仇敵嚟係要偷竊、殺害、毀壞，救主嚟係要贖回、復活同埋重建。不單止係得生命，仲要得的更豐盛。香港近年青少年自殺個案一路上升，仲有年輕化嘅趨勢，呢樣嘢令我非常憂心，內心不禁向神大聲呼喊：邊個可以救我哋嘅下一代呢？呢句說話不停喺我心入面縈繞，久久都唔能夠退去。你有冇同感呢？耶穌基督教會嘅頭嚟到世上傳嘅係天國嘅福音，豈不是為咗醫好傷心嘅人，叫被怒嘅得釋放，被囚嘅出監牢，被壓制嘅得自由，安慰一切悲哀嘅人，用華冠代替灰塵，用讚美代替憂傷嘅靈咩？教會作為耶穌基督嘅身體，係天國喺地上嘅代表，本應該係呢啲問題嘅答案同埋出路。神亦都藉住教會向靈界彰顯佢無限嘅智慧同終極嘅旨意，但係我哋必須苦心自問，究竟教會存在係咪真係發揮到應有嘅功能？如果社會問題不斷惡化，而教會卻束手無策，我哋仲可以勇敢咁宣告教會冇病，教會冇失職，我哋嘅神學冇問題，我哋真係可以喺神面前心安理得咩？呢一刻我真係無言以對。幾年前天父問我：你點樣為我裝備迎接主再嚟嘅一代？我就問天父呢句係乜意思？天父反問我：你成日宣講末日主再嚟嘅信息，但係你卻冇具體行動去裝備迎接主再嚟嘅一代。我聽到之後好 shame， 因為我一向服侍嘅對象都係領袖甚至牧者，我一直都覺得青少年同小朋友係我嘅託付。天父再問我早就已經同你哋講過，末世一定有危險，有外面嘅天災人禍、逼迫患難，入面又有假先知、假使徒、假信徒，會有人出賣耶穌、出賣朋友，甚至假基督、逼基督。你覺得依家教會咁樣嘅牧養模式，真係可以訓練出能夠抵抗咁嚴峻嘅挑戰，仲可以企穩，最後仲可以得勝嘅人嗎？我答：唔好講下一代，就算係我自己，我都冇十足信心。我只能夠話，我對主嘅應許有100%信心，因為佢應承過自己係好牧人，好牧人會為羊捨命，佢一定會不惜一切去保護佢嘅羊。我同神講，唔單止係要救下一代，仲要好好裝備佢哋，成為反敗為勝嗰一代。就算要攞埋我條命去換，我都在所不惜。為咗轉化下一代，你又願意付出幾多？聖經講過，天必留他，直等到萬物復興嘅時候，我哋深信主再嚟之前，一定會有萬物復興。所以我要緊緊依靠神嘅應許，喺靈界宣告仇敵偷走嘅，我哋要攞返，仲要加埋利息；仇敵殺害嘅，我哋要復活返嚟；仇敵拆爛嘅，我哋要喺廢墟重建。耶穌見到門徒唔重視啲小朋友，就嬲起上嚟同佢哋講：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耶穌提醒我哋唔好小看小朋友，小朋友自己都唔好小看自己。我相信問題根本唔喺小朋友，而係父母、老師、大衛嘅爸爸、佢啲哥哥掃羅王、哥利亞甚至曾母耳都睇小大衛。但我哋嘅小朋友其實就係大衛嘅世代，係打低哥利亞嘅勇士，被揀選去承受神嘅國，成為末後打贏新旦嘅一代。我哋好清楚呢個末世轉化嘅工程絕對唔係一個人、一間教會、一個機構可以搞掂，而係要一代接一代努力落去。我冇現成嘅方案，
但我相信神一定會將唔同嘅異象同負擔放喺一班關鍵少數人嘅心入面。若果父神俾你同樣嘅感動，真係求你快啲回應。我哋好需要你獻上嘅嗰一塊拼圖，去完成成幅大圖畫。